伊是清净慧菩萨在大众中这种坐起顶礼佛足，有道三匝中规插手，你别佛言。大悲世尊为我顶辈讲说如是不思议事，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。我顶今者蒙佛成佑，身心泰然，得大饶益。愿为如来一切法众，中宣法王圆满觉醒，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，分毫差别。令未世众生闻处圣教，随顺开悟，渐处灵入。作是意义，我体道地，如是三清，将离复数。你是世尊故清净慧菩萨言：现在，善男子，你顶乃能为未世众生，请问如来暂处差别？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清净慧菩萨弘教欢喜，及诸大众，大众莫能离听。善男子，愿觉自性非圣成有，顺诸性起，无处无尽，以实相中，实无菩萨及诸众生。何以故？菩萨众生皆是幻化，幻化灭故，无处证者。譬如眼睛不自见眼，成自平等，无平等者。众生迷倒，未能度灭一切幻化，以灭未灭，妄功用中，便现差别。若得如来即灭随顺，实无即灭及即灭者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有妄想我及爱我者，曾不住地念念生灭，故起憎爱，耽着我欲。若有善友，教令开悟，即圆觉醒，发明起灭，即知此生，成自劳碌。若复有人劳碌永断，得法解证，即彼正解为自障碍，故以圆觉离不自在，此名凡夫随顺觉醒。善男子，一切菩萨见解为碍，虽断解碍，有自见觉。觉碍为碍，离不自在，此名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醒。善男子，有照有觉，故名障碍。是故菩萨常觉不住，照已照者，当时即灭。譬如有人自断其手，手已断故，无能断者，即以爱心自灭自爱。爱已断灭，无灭爱者，修多罗教，如标月指。若复见月，了知所标毕竟非月。一切如来种种言说，开示菩萨，亦复如是。此名菩萨已入地者，随顺觉醒。善男子，一切障碍，即究竟觉，得念失念，无非解脱。生法破法，解明涅槃，智慧依持，同为法力。菩萨外道所成就法，当是菩提。无明真如，无益境界。诸界定慧及因怒痴，
居实繁荣，众生国土同一发生，地狱天宫皆为净土，有成无成，皆成佛道。一切烦恼毕竟解脱，法界海会照了诸相，犹如虚空。此名如来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但诸菩萨及弥世众生，其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以诸妄心亦不熄灭，诸妄想竟不加了知，以无了知不变真实。彼诸众生闻是法门，信解受持，不生敬畏，是即名为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念定当知，如是众生，以前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，及大菩萨，得众得本，佛说是人，名为成就一切种智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其言。清净慧当知，圆满菩提心，无处亦无境，无菩萨众生，觉以未觉时，暂处有差别。众生为解爱，菩萨未理觉。立地应即灭，不住一切相。大觉识圆满，名为遍随顺。弥世诸众生，心不生希望。佛说如是人，现世即菩萨。供养行沙佛，功德已圆满。虽有多方便，皆名随顺智。